Hello，大家好。創業唔係天生嘅能力，而係可以透過一套結構化嘅方法去學習同實踐。無論你係打算創業咧，喺大公司內部做創新，甚至係想為社會問題出一分力，今日都好啱你聽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叫做《解決問題嘅人》啦。咁就作者係 Danny Walsh，佢唔止係一位教授，仲係一位成功嘅創業家，將未解決嘅問題轉化為突破性嘅成功。作者喺大學時期喺布朗大學係讀歐洲思想史，之後同同學開咗間軟件公司，後來賣咗俾 Apple。佢嘅教學理念就係將自己喺新創公司同埋大公司，例如 PG 嘅經驗結合理論，用一套大家都能明白嘅方法教導學生。作者認為咧，創業唔係一種天賦，而係一套可以學習嘅結構化流程，就好似起一條橋一樣啦。咁就有基本原則，有方法啊，亦有循序漸進嘅過程。首先呢，我哋嚟講下本書一個非常反直覺嘅觀點，缺乏資源嘅好處。好多創業者，尤其係一開始嘅時候，覺得缺乏資金呢，係缺乏經驗啊，缺乏人脈，就唔能夠創業。但係作者話，咁事實恰恰相反，尤其喺早期階段，缺乏資源反而係成功嘅優勢。佢會迫使你採取紀律，快速失敗，降低成本，從而揾到真正值得擴展嘅創新解決方案。同時呢，就記住要同有互補技能嘅人合作，提高效率。資源太過豐富，反而會成為負擔嘅，令人變得保守，唔敢冒險啊！過分睇重資源嘅保護，就會錯失新機會同創新嘅可能。書中提到一個RR 公司嘅例子，創辦人巴伯萊斯 Bob Rice 喺80年代睇到益智台遊 Trivial Pursuit 喺加拿大嘅成功，意識到美國市場有10倍嘅銷售潛力，但係佢當時缺乏資金喎，只有一個兼職員工啊，亦冇設計、生產、銷售團隊，可以話係毫無資源啦。一般人可能就放棄咗，但係佢採取咗一種創業家嘅思維，佢將原本啟動所需嘅500萬美金固定成本，轉化為銷售產品時先會產生嘅變動成本，佢將所有欠缺嘅能力，好似設計嘅、製造、分銷物流、銷售同營銷，全部外判。由於佢無法支付預付款呢，所以建議同合作夥伴分享銷售嘅一定比例。呢種做法將部分風險轉移到合作夥伴身上，同時激勵佢哋全力以赴。咁結果呢，佢嘅台遊 TV Game 喺2年內售出超過58萬盒，賺取超過200萬美金。呢個成功就係因為佢唔怕缺乏資源㗎，反而將其轉化為優勢。呢個例子喺香港亦都有見過，例如之前興起嘅共享單車服務，一開始其實都唔需要龐大嘅資金，佢哋將初期嘅固定成本減到最低，再按使用量分成收益，就好似幾年前我哋見到嘅 Gobi.bike，
佢哋一開始可能喺某啲地方試行，投放少量單車，觀察市場反應啦，咁再逐步擴大。咁呢種做法咧，就係利用有限資源咧，以變動成本模式運作，降低風險，追求創新。呢個例子正正講明咗缺乏資源點樣迫使創業者更有彈性同創意地解決問題。第二個重點係由下而上嘅調查，即係分析現有市場數據、競爭對手狀況啊等等。呢種調查方式雖然必要，但唔係充分嘅。同埋，如果淨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呢，係會限制我哋嘅思維，因為佢只衡量已存在嘅嘢，而唔係可能存在或者應該存在嘅嘢。作者強調由下而上嘅調查，採取嘅係第一手方法，即係透過觀察同聆聽顧客同供應鏈中其他人嘅想法咧，係去揭示真正嘅未滿足需求。就好似 Henry Ford 所講咧，就係如果我問啲人想要啲乜嘢，佢哋會話係更快嘅嘛，因為佢哋嘅視野受制於現有經驗啊。書中 PG 嘅案例非常好咁說明咗呢點。Tide 洗衣粉面世30年後，品牌團隊想了解消費者對包裝嘅睇法，佢哋做咗好多由下而上嘅調查，訪問顧客嘅。雖然顧客都表示對紙盒包裝好滿意，但係團隊並冇直接相信，而係到訪部分顧客屋企，觀察佢哋係點樣使用產品啦。結果佢哋發現有位女士咧，每次都用刀去戳爛紙盒一個小窿，再將呢個洗衣粉倒出嚟咧。呢個行為令 PG 團隊好驚訝嘅。咁而家因為佢本身根本冇意識到呢個係一個問題，但係對 PG 嚟講，呢個就係一個未被滿足嘅需求啦。點解要用刀咧？呢個發現促進咗新產品嘅開發，即係 Liquid Tide 啊，更改咗包裝。呢個例子證明由下而上嘅調查，唔單止喺事業早期有價值啦，更會喺產品整個生命週期中不斷傳遞價值。呢個亦都可以應用喺餐飲業，好似好傳統嘅茶餐廳。佢哋可能已經有穩定嘅顧客群，但係如果佢哋想創新，只係做市場調查，問客人想食啲乜，結果可能都係幾款常見嘅早餐。但係如果茶餐廳老闆可以隱藏身份，觀察顧客喺唔同時段係點樣，例如喺午市見到好多打工仔會買外賣返公司食。但係佢哋收到外賣嘅時候，會因為包裝唔方便而整污糟雙手，或者因為食物擺放唔好而倒瀉啊。呢個就係一個未被滿足嘅需求，即係對外賣包裝嘅改良。透過觀察而唔係直接問，就可以發現到顧客自己都未必意識到嘅痛點啊。係啦，咁。呢個就係由下而上調查嘅例子，點樣透過實際觀察發現隱藏嘅需求。第三個咧要講嘅核心概念咧係創造一個動態而非靜態嘅股權分配。作者指出咧係創業團隊最焦慮嘅問題之一咧，就係點樣分配新企業嘅所有權啦。創辦人通常會擔心唔公平嘅。咁就會又或者覺得預測未來嘅貢獻好困難啦，所以好多時會揀拖延呢個問題。但係咁做咧，只會令事態惡化，因為隨住時間，每個人對貢獻同認得所有權嘅睇法都會變得更加根深蒂固。
令到公平嘅協商變得更加困難。作者建議最重要嘅係要實現一種感覺良好 feel good 嘅分配，即係一個合理地解釋團隊成員貢獻價值嘅分配，而且呢個分配唔應該係一成不變嘅靜態模式，而要加入能夠應對未來變化嘅動態調整機制。佢書中一個汽車共享公司嘅案例，嗱真係就係即係一個靜態分配嘅反面教材啦。兩位共同創辦人羅平崔斯 Robin Chase 同安傑丹尼爾森 Antje Danielson 喺公司初期甚至未開始工作嘅呢度就同意55分賬，但係呢個協議冇考慮到將來因素嘅變化。後來崔斯全職投入工作，丹尼爾森卻係兼職甚至退出。由於冇任何條款應對呢種變化，崔斯呢就無法擺脫平等分配。相反係 Ockham Technologies 嘅案例，則展示咗動態分配嘅好處。三位創辦人根據各自嘅初始投資比例呢，分配股權呢，但係佢哋嘅協議並非一成不變，而係訂明喺第一年營運結束後，佢分配比例會根據實際貢獻有所調整嘅。呢種咧動態機制咧，激勵咗成員全力投入，亦都防止咗靜態分配可能帶嚟嘅問題。喺香港，好多初創科技公司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嘅。例如我認識有幾個朋友，佢哋一齊開發咗一個 app， 一開始大家都好有熱情啊，就口頭承諾4人股權均分呢。點知 app 推出之後，其中一位負責市場推廣嘅朋友，因為要照顧屋企人呢，投入嘅時間少咗好多。另外一位負責技術開發嘅朋友，就因為技術問題，即係日日要 OT， 投入咗好多精力。但係由於呢，一開始係靜態分配咯，冇人願意主動提出修改，導致團隊內部產生咗好多不滿同埋衝突啦，最終影響咗 App 嘅發展咯。呢個就係愚蠢握手嘅例子，即係如果冇一個動態嘅股權分配機制，即使係最好嘅朋友，都會因為貢獻不均而產生裂痕啦。咁所以當我哋考慮創業或者合作嘅時候，一定要好好考慮股權分配嘅靈活性同埋透明度。呢本書對我嚟講呢，就改變咗我對困難嘅睇法。以前我總覺得資源唔夠就咩都做唔到，但係限制其實係可以激發創意，反而係一個機會去做到突破。最後總結一下，今日呢，我哋學到咗3樣嘢。第一，缺乏資源反而係優勢，可以逼我哋更有創意同效率。第二，由下而上嘅調查，即係bottom up research， 透過實際觀察去發現真正嘅未滿足需求。第三，動態股權分配嘅重要性，保持股權分配嘅靈活性避免未來嘅衝突咯。即係希望今日嘅分享對大家有所幫助。如果你對呢本書有任何睇法，或者有自己嘅創業故事想分享嘅，歡迎喺下邊留言啦。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拜拜。